Marco 啊，今日同大家睇睇浩田坊一個3房嘅高層單位啦，幾靚，維港景觀。今日我哋睇浩田坊高層 B 單位，呢度客廳、飯廳，景觀咧十分之開揚，可以望到維港嘅景觀。我哋出咗露台咧，睇到更加震撼，哇！180度向南美景啊！浴室呢個咧就第一間睡房，做咗 BB 房。另一間房咧就做咗書房，最後咧就主人套房啦。哇！兩邊咧窗十分之開揚，經過衣帽間咧就主人浴室啦，景觀都靚嘅。主人房嘅景觀咧有向西嘅城市景 ICC， 仲有維多利亞港，維港景向南。我哋睇埋廚房，都係正裝修。廚房嘅景觀都好靚，望向九龍塘。入面咧仲有工人房。